我们的正前方。好，中间去喽。来这边。好，第31届金曲奖我们有7位最佳新人入围，今天竞争非常激烈。第1位9M88，第2位 J， 第3位高尔宣，第4位告五人，第5位莫宰阳，第6位杨世宏，第7位池修。恭喜这7位新人。陈哥，你手在抖哎。对啊，音念的很难呢。有难度哦。对。好，接下来要揭晓大家今年第31届金曲奖最佳国语专辑有6张专辑入围。第1张专辑是王若琳《爱的呼唤》，第2张邓紫棋《摩天动物园》，第3张《失物之城》许哲佩，第4张陈珊妮《Juvenile A》，第5张魏如萱《藏着并不等于遗忘》。最后一张《吴青峰太空人》，恭喜这6张专辑。最佳乐团奖入围的有 Trash、Never Die、告五人，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说过爱你。海豚刑警、豚爱特工队、茄子蛋，我们以后要结婚。伤心欲绝，殉道简直是个艺术品。灭火器、无名英雄。神棍乐团神一样的存在，恭喜各位者。最佳国语男歌手奖入围的有周华健《少年》、Jason 巷子内、张震岳《远走高飞》、黄明志《亚洲通话》、吴青峰《太空人》、裘德颁奖的时候我要缺席。对，这真的是他的作品。最佳台语男歌手奖，方顺吉《遥远的恋情》，陈宇恒《但是我袂惊吓》，曾伟忠《唔通》，苏明渊《善良的歹人》，吴永吉《风中浮停的花蕊》。恭喜几位！恭喜以上的入围者。最佳台语女歌手奖入围的有朱海军，朱海军花开的时候 ，Touch and Star。杜新田有够猫，潘越云静 ，Reflection。王瑞霞霞姐直播中，张涵雅疼 ，Cherish Our Pain。恭喜入围者。最佳国语女歌手奖入围的有王若琳《爱的呼唤》，梁静茹《我好吗》，太阳如常升起，邓紫棋《摩天动物园》，许哲佩《失物之城》，杨乃文《越美丽越看不见》，魏如萱《藏着并不等于遗忘》。第31届金曲奖年度歌曲奖入围的有9M88最高品质静悄悄，林生祥远行，高尔宣 We Love You， 邓紫棋摩天动物园，黄明志大之鬼岛，阿豹 Thank You 感谢，灭火器双城记。阿豹的专辑其实从我们2月份开始，所有的80几位评审第一次听到就很惊讶这张专辑的水准。那它其实它的内容都是非常非常传统的原住民，包括入围最佳作词的1到10，在讲述的也是用1到10来讲述原住民家庭最简单的孩子啊、食物啊什么。但它透过非常厉害的制作，让它变成是一个聆听广度非常广的专辑，就是即使你完全不懂这些语言在表达的故事是什么，你一样会被这个音乐打动。所以它在各个技术项目上面都会得到很高的分数。所以她成为今年8项的入围大女奖。我印象中里面的这几年的国语女歌手永远都竞争非常激烈，所以今年的遗珠，你看我们也增加了入围的额度，然后还是其实不瞒你说，遗珠是我们可以用一串来形容，因为各自表现很好的女歌手其实还有非常多，但如果我们再不做一些决定的话，我们个人的入围名单会太多，反而会让所有的入围的感觉会冲散，所以我们才
很忍痛选了这几位入围的女歌手。那遗珠，别的评审我们有一一细过，我个人心目中真的还有一串我希望有20个可以入围。我记得印象最深刻是刚开始的几个个人技术的奖项，包括作曲好像有7轮还6轮。那因为不利的音乐的作品水准已经几乎跟所谓的主流音乐几乎平行，所以这个在讨论的过程中就会花非常多的时间。那但也是一个很过瘾的评审过程，我觉得，所以也会有很多元、跟精彩、跟包容性很高的入围名单，我们觉得是很好的结果。